係，大家好。我呢個中間 L 乜都拗嘅頻道，真係開咗好耐，但係我從來都冇上傳視頻。咁我希望試下，即係做下第一集，就講下李嘉誠嘅，因為而家都幾 hit 啊，講李嘉誠。咁我想 share 下呢個叫屈機 TV 嘅頻道，咁佢就講到即係關於李嘉誠嘅賣港口，就覺得佢係一個賣國嘅行為。咁我就想表達下，即係佢有謬誤嘅地方。首先，我想話俾大家聽，我都幾中意睇屈機 TV 嘅，即係講國內嘅報道嘅。其實，即係某程度佢都會即係表達到，中國大陸其實而家發展得幾好嘅。嗱，大家我知道我講中國好，可能好多人都好唔喜歡聽，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自己住咗喺美國幾十年，咁絕對好了解美國嘅制度或者係個民生係點樣。咁嗯，你可以睇到咧，而家中國大陸嗰個基建發展，即係交通啊，或者係橋樑，或者係道路嗰方面咧，係比西方國家好好多倍，真係。點解會發展到呢個原因係點解咧？係因為即係西方國家講嘅民主，佢就係即係以人民做為本啦，咁但係即係有個問題發生咧，就係咧，人民一般嘅人民佢比較短視嘅，佢只係想睇而家嘅利益。如果政府攞好多錢去做基建嘅話，其實基建唔會係一個即係即時俾到即係一般嘅市民一啲，即係佢感覺到有個利益喺度嘅。咁所以西方國家為咗希望爭取選民嘅選票咧，佢哋會做即係唔會做一啲吃力不討好嘅嘢，例如基建嘅嘢。咁所以佢哋就會用好多錢去俾福利啊，或者係啊、做一啲有 noise 嘅嘢。咁但係即係共產國家，如果有一個好嘅領導人佢就可以用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去處理國家。咁所以佢嘅基建咧，如果佢嗰個領導人好，佢就會擺好多資源喺民生，或者係令到嗰個國家有發展嘅地方，佢可以咁樣做。所以你話我即係中間 L 都好，中立，我係用中立嘅角度去分析事嘅。所以我覺得而家習主席嘅處理中國大陸咧，其實係真係做得唔錯嘅，尤其是打貪啊各樣啊。咁我知道最近即係美國就話習近平佢喺美國有幾多資產咁樣，其實即係幾即係佢講嗰個數字，即係其實相比起以前江澤民年代嗰啲家族嗰啲財力真係小巫見大巫，所以我覺得有少少抹黑嘅。OK，咁我覺得講咗太多啦，咁我哋試下聽下佢哋即係個屈機 TV 個視頻係講啲乜嘢。等等
本身有冇一個足夠嘅法理基礎？有啲人咧對長和呢單港口交易咧，會一路想標榜呢個在商言商。咁我都想講一講咧。首先咧，李嘉誠咧私底下同貝萊德咧達成呢個私底下嘅協議咧，其實唔係公開招標，其實呢個已經唔符合呢個商業嘅邏輯，或者對一間咁大間嘅公司、咁國際性嘅公司嚟講咧，其實佢都係有少少係踩咗紅線，或者違反咗相關嘅規範。呢個首先，同埋咧，李生咧喺商界縱橫咗幾廿年咧，冇理由連呢啲咁少嘅規矩都唔知道。第二方面咧，佢嗰個嗅覺，佢對正經嘅嗅覺，我覺得係好敏銳嘅。本人都係住喺佢，即係我覺得主持人唔係咁如果佢覺得阿李生佢嗰個即係對政治嗰樣嘢咁敏銳嘅話，係唔會私底下同貝萊德咁樣做呢個交易。咁我亦都相信聽埋呢個，佢點樣講？對國家造成嘅傷害咧，已經係造成。我舉個例子，呢個事情有兩個可能，我講係會達到嘅。第一個就係交易直接叫停，唔再進行啦。第二個，中央嘅我就講嘅央企去接管，其實好多年前已經係有央企上去洽購呢一個標的物嘅。當時我哋出嘅價錢更高，佢都冇買，但係而家就秒速嘅回應咗，即係叫做美西方嘅企業要求就買咗啦。而家特朗普而家講嗰個巴拿馬運河，當時佢講，如果呢個巴拿馬運河由中國去管理嘅話，佢係可以用翻以前嘅中立條款，係收翻巴拿馬運河。如果你話我哋央企真係去咁樣，你咪做咗藉口俾美國去收翻巴拿馬運河，咁對於我哋嚟講，咪更加嘅被動。如果成條巴拿馬運河去翻係美國嘅手上，咁對我哋係更加被動啲。咁我聽埋第三段，佢哋想講乜嘢先？提到嘅2015年曾經中資報過價要買呢個港口嘅，當時出價1500億港幣，買嘅係講40%股權，用翻今日出售嘅80%股權，講嘅係228億美金。我折算一下匯率，原來當時出嘅價係314億，今日買嘅80%股權係228億，即是話當日嘅價錢仲好過今日。你喺個買嘅價錢裏面透明度唔高，而且係相對俾人哋質疑嘅價錢，究竟你係咪站喺一個國家角度，喺有難嘅時候、有問題嘅時候，咪揾國家幫手，而係靜雞雞走咗去？究竟你本質上係咪仲係愛國？嗱，我想講佢哋個矛盾咧喺邊度咧？佢哋個矛盾就係，即係佢話李嘉誠即係好有政治智慧 ，OK？咁如果真係以前曾經有國企洽購過，即係買嗰啲碼頭嘅話，我相信成哥會即係喺賣之前會同國企傾下，即係睇下佢哋有冇興趣買，而唔係完全唔同國企傾就去同貝萊德交易。咁呢個係完全唔合呢個即係做生意，即係你喺一個國家上邊，你冇可能唔理個國家，即係佢咁樣講到真係好似講到李嘉誠出賣咗中國，但係我即係想指出嘅一樣嘢就係咧，如果曾經之前有國企想買，即係買嗰啲碼頭，亦都出過高價嘅。咁今時今日，如果阿李生想賣啲碼頭，我唔相信佢唔會同國企傾，睇下佢哋有冇興趣買。咁即係我嘅即係睇到李生嗰個點，即係用我嘅能力去理解李生啦，點樣去點解會賣呢啲碼頭，就係
佢睇到而家保護主義抬頭，全世界個航運量一定會向下，即係唔知向下幾多年啦。但係佢睇到，即係我用，即係覺得佢以佢精明以往嘅戰績就係，即係永遠佢都係高買高賣低買。佢覺得個生意前景係冇嘅話，佢就會首先賣。即係做生意永遠都係現金為王。如果你揸翻啲現金，將來你喺一個更加好嘅時候，你用嗰啲錢再去買翻一啲更加值錢嘅嘢，絕對係即係商人應該係會做嘅嘢，只要佢夠眼光。而我相信李生有呢個眼光。咁即係關於佢哋質疑，即係點解佢會放棄，即係呢個碼頭，即係損害咗國家利益。咁即係其實我諗佢哋有一個誤導咧，就係咧，其實你經營一個碼頭唔係控制咗嗰個港口嗰啲船隻，個港口其實永遠都係當地嘅政府去控制嘅。佢可以俾啲船隻或者收貴佢哋啲過路費啊，嗰啲嘢，即係港口費啊嗰啲嘢。但係做碼頭，佢只係賺取一個停泊費，即係話如果個船要停喺當地嘅碼頭去落貨，咁佢就收個停泊費，跟住就收嗰個搬運費。但係唔係每一隻船經過個港口都要停泊喺嗰個港口，停泊喺個碼頭度嘅。基本上碼頭公司係冇辦法控制到嗰個港口嗰啲船隻經過。但係如果佢哋需要落貨停泊嘅，就會係即係佢哋可以做嘅生意啦。所以巴拿馬運航嗰兩個港口其實唔係嗰兩個港口唔係一個主要每隻船經過要停泊嘅碼頭。咁即係其實個重要性唔係講得佢哋咁誇張。所以即係商人最驚就係你要同政府鬥。咁我相信阿李生就係覺得喺呢啲環境上邊，佢唔知道嗰個政府點樣去處理呢啲事。即係譬如叫佢，如果政府好軟弱聽美國講要收好貴嘅，對中資嘅船隻收好貴嘅停泊費，而對美資嘅港口收平啲嘅停費，其實佢冇得反抗。即係你係一個做生意，一個商人喺一個政府喺一個政權下邊，即係如果佢即係亂咁嚟嘅話，其實你可以做嘅，即係你只可以跟住做。咁我想講就係話，佢就算賣晒所有嘅碼頭，其實唔係代表美國可以控制到所有船運嘅即係出入。OK， 佢只不過控制到嗰個去到嗰個地方停泊嘅話，要落貨嘅話，佢可能個政府會控制到嗰個碼頭嘅收費。OK， 要管制佢收呢個貴啲，收嗰個平啲咁樣。但係我唔相信其他嘅西方國家會聽特朗普咁樣做去影響一個生意人。我覺得而家中方嘅宣傳攻勢就係即係一路都俾壓力去俾李生。有部分原因就係即係其實有部分嘅人好
唔滿意李嘉誠做生意咁叻，佢一定要打擊佢。咁但係佢一個短視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其實李嘉誠做好多嘢都唔會完全為自己嘅利益嘅，佢會希望有 win-win situation，即係話大家都得益。咁我相信，即係佢如果做成呢單 deal，佢有呢個錢咧，其實佢如果佢有一個長遠嘅目光，真係會拎翻呢個錢去買一啲有利中國嘅生意，即係將來即係個經濟環境唔好，其實而家美國咁樣亂嚟係永遠靠客。其實我覺得即係中國大陸唔應該俾美國呢個癲佬，呢個特朗普癲佬亂嚟個做事方式嚇到佢會。其實佢要加關稅嘅話，如果中國商人將所有嘅貨品都加價嘅話，我唔理你關稅，我仲加力將嗰啲貨品加價嘅話，成個美國就係靠入口貨品去支撐。咁如果關稅再加啲入口貨品物價再加嘅話，其實美國係頂唔順。即係我覺得短期內可能中國商人會做少好多生意，但係咧個七傷拳係美國更加傷。到時民不聊生咧，肯定會恐冧呢個特朗普。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如果真係即係，我唔相信呢個決定係出於習近平嘅。咁如果習近平真係有一個長遠嘅即係目光咧，其實應該俾李生賣咗喺碼頭，將來全世界經濟唔好嘅時間，佢就可以有一個錢去做一個投資。咁相信咁樣更加會有利中國大陸嘅發展。可能我呢個係我個人睇法啦。咁如果大家有咩評論嘅話，可以留言。OK，多謝。